2026-27年度 ACCA 香港分會財政預算案建議以投資未來為主題，提出5大範疇，共15項建議，旨在投資未來產業，強化香港獨特角色，推動透明管治，確保經濟發展同埋民生福祉。北部都會區係香港未來發展嘅新引擎。ACCA 建議推出一籃子嘅財政激勵，包括3項稅務虧損政策，以及為區內企業所產生嘅資本性開支提供稅務優惠，吸引高價值實體經濟項目。ACCA 嘅綜合方案旨在降低率先參與北部都會區發展企業嘅巨額投資風險，改善現金流。香港係內地企業出海嘅重要跳板。ACCA 建議政府加緊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其他重點市場簽訂更多雙邊稅收協定，推廣應用相互協商程序，解決跨境稅務爭議。ACCA 亦都建議對投資控股公司利息收入應用提供信貸測試，增加稅務確定性，令企業更有信心運用香港平台推動產業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對外投資首選國際金融專業服務中心嘅地位。ACCA 建議政府加速創新科技支持，透過稅務優惠同埋財政政策釋放創新潛力，深化大灣區融合，配合商業嘅研發速度。我哋倡議擴大研發開支扣除同埋超級扣除嘅範圍，例如可以考慮納入香港公司分包俾大灣區內地子公司嘅研發費用，引入可退還稅收抵免，擴大知識產權購置扣除。財政政策方面，可以更加好利用各類嘅研發資助計劃，加快審批進度，支援企業在港研發。呢啲措施旨在改善企業嘅現金流，打造更具競爭力同埋加快速度嘅生態系統。ACCA 建議政府透過針對性嘅措施，直接支援家庭，提升市民幸福感，促進社會凝聚。呢啲建議旨在結構更具支援性、更富活力同埋更有韌性嘅社會。以中產階層為例，佢哋一直係香港薪俸稅嘅主要貢獻者，但係一向交稅多、福利少，面對頗大嘅財務壓力。我哋建議政府提高一次性嘅稅務寬減，引入聘用家庭傭工或者照顧者嘅薪酬稅務扣除，以減輕佢哋嘅負擔，亦都可以誘使佢哋重返職場，提升本港整體生產力同埋穩定薪俸稅收入。最後，為確保香港公共財政可以持續，ACCA 建議政府透過務實控制開支，維持收支平衡，並全面檢討資助計劃同埋稅務優惠，確保資源得到最有效嘅運用。